live 係咪 OK？live 啊！哎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啦，到嚟收聽本嚟學嘅嘅節目。呢禮拜咧，我諗到對嚟講，先啲話題，即禮拜個有老節目來，新節目來。這禮拜我特別嘉賓是莊你來介紹啫。這禮拜特別嘉賓是老焦，英國中，哇，真咪好料，英國中。Hello，真咪好料，我妹。食百妹。哇，好料！哎呦，我介紹隻百妹。因為實有我有物件，我有把錯有，我攤酒妹。哎呀，無想到，哇！當然好像我唔知做咩事quarantine去啊。我成日想食嘅物件，嗰了是等人食了，唔是等人食啦，亞洲人嘅食嗰了。Korean food 啦、Thai food 啦、Asian 嗰了 Chinese food 咁嗰了，我哋想食。較高鮮。啊，那有可能嗬。แล้วก็另外一隻老椒是我地都歡迎我地都 Hello，大家好。แล้วก็來新椒來無落姑娘見到莫靈頭歡迎莫靈頭 Hello，แล้วก็即新椒冇錄過來喎特別唔知名咩名個新椒你名咩名？我名 JC，還是叫我錯，我會使錯。就係你華名咧？Sorry，華名人叫你平時叫你咩華名是叫？華名啊，華名，人叫阿錯會使啦，還是我叫我八嘅會使？八嘅，我講嘅八嘅，好，我特來就笑華名嘛。誒，黃時華名較準過正名咯，就。你哋有冇時間叫我八嘅嗰時啦 ？OK，誒八嘅，你喺度咯？我到嗰啲 barbecue plaza。哦，誒，我看者。我未記意啊，我未記。哇！誒，你拍環嘅，我拍環。拍環。嚇，電話拍環。寬係 horizontal。哇！你這樣 barbecue station 啊，你講到了 barbecue 咩？係啦。哦，你講咩？你未記你細粒啦。跟你 plaza 啦，未啊？我未記講有這個 event。有這 event。唔要緊，我貴咩？你免驚，我當金樂高早起5點去。阿龍嚟啊！對，我咪就早起落街，咪就早起5點去，你免驚。我試下去嚟啊！嚇，แล้ว你確定那是對處時候，那是你會 continue 咪使接唔起免驚。แล้วก็อาลงว่าลูกก็ไลค์ก็ฮัลโหล歡迎อาลงลูกก็จะสติ๊กเกอร์ตัดแล้ว我成隻面家先好ลูกเจ๊ฮะแต่พี่看那是對啦，ไม่รู้到底幾時聽起เป็นนัก學嘅我是我講你話你講有幾年我是 recently 我收到 email แล้ว我剛看到咧有玩我 channel then 我就I mean interested to join 我有興趣 join 入嚟咯講福建話嘛嚇對特別你收談係咪 email 咧收談係咪 email 咧有Eventbrite 哦耶 Eventbrite OK 我仆機架落海哎呦死我浪過咪喂我把你Eventbrite 所以你哇好本啊睇到 Eventbrite register 咗一個月成日講同地路關那些路可能有興趣嘅節目嗬未擺好啦你看แล้ว不要緊 OK 你去食先แล้ว可能กินแม่วาง3ชุด落วาง4ชุด就到嗰呢度แล้ว嘛所以係你對處嘅事你係同地你係 join 個上隻 link 好啦跟我看你食物件喎，你邊個嚟？我看你食物。喲，哦，你先知道啲 basement 係一間 ，basement 一間啊。對 basement。我捌去過係一間。
我捌去過，一隻你樓梯電梯就落來，就是合併就是啊嘛，是，對，我捌去過，你行一塔嘅，咪行一馬路嘅。OK，睇定嘅講。新椒咩 ？OK， 等我特晚看到一間就是新椒吧嘅，新椒個有阿龍歡迎阿龍老椒。龍，阿龍係咪冇？我都冇掉啊，龍，你嚇掉。哦 ，hello，嚇，誒，做咩樹頂子買紅險保險？你知哦？我唔知喎，你我冇咩曉用過。特別頂子是你會安全保喎，伊上加伊安全保。我冇先。安全保看到伊個巴。佢冇我真冇看到伊個麥去嗬，你想伊無 input 去，可能你就 maybe restart 你 computer 有可能得呀。就是我 computer memory 無夠咧，有可能。無啦。而家生怪等門啊，定住撚落。了。在度好。特別攞出。誒，我解呢個冇定講咯，等你關掉嚟。我講你那時都別會話你頭先你呢邊嚟。lúc quay có sự lúc lại là tập chỉ tiếng men giả tiêu ngam tôi xí 我cham掉我要chamOK 當今日我這禮拜話題是咪講咩？我要講把哎呀小弟弟講把嘅，我哋看到把嘅，把嘅隻股冇聽到本嚟把嘅 OK 我講退休。冇插啱鬧啊！少年變仙啦，變仙，只變仙啊！咱退休嚇，我咪講這話題咧，最近冇你個想到แล้ว即係莫林頭講，因為少年唔知係咪講咪叫話變即係退休時，特別即係啊，你成準備性嘅嘛，你成小變嘛啊。當今年股無好年咗，所以當今唔是話你都想啊，那是明年股上個今年上關就好啊，你諗盤頭落話冇工做嗰陣咗嚇。特別好 ，OK， 所以當今啊想起啦，你講住人，尤其是當今成日講多外國嘅人啊，莫林頭啊，就是龍啊，還是個蛙啊，還是個中嗬。我每看有人有拍算要退休啊，對邊人大呢？有啊，哇，無年啊，我退休了。哇，我冇，我就冇知嘅，我冇。阿龍即係咧應該點講嘛 ？OK， so 我真係估做 plan 做這類了咯。我30幾歲了，我都未興趣要對去邊人掛了咯。哦，然後我本是有話，我有話了，睇下去你厝，買厝。嚇！呢度買厝啊嘛？有了嘛？啊，呢度厝啊，我做。到看那家邊啊？啊，對。加蘭巴間新關那家。新關那家。啊。叫新關那格啊，佢哋400間隻貓嘛，我係拉熟緊嘅嘛。我關那格啦，佢哋是關那格啊，我未曉哦。200間隻貓。你我關那格，我唔是講是我關那格。呢隻故事冇，呢隻故事8間隻貓都得。你大陸是你講叫關那格，是大陸一格。Gurney Drive 咯。Gurney Drive 咪是關那格咯？我關那格，我想講你講關那格。哦，有人講關那格是 Sunrise 對邊那邊叫關那格，你關那格崩嘅。但用讀講是關那嘅所在嘛，但用讀咁崩，但用讀講是關那格嚟。冇一直嚟是關那格嚟，是咱人講了嚇。我猜啦，迄個關那啦，意思是我猜啦，是個呢嚟。哦，是個呢格嚟。伊是無意思誒，你用一人字嚟，你去分，你聽一人字來看咧，伊是無意思誒。
我知啦，伊是corner 嚟嘅，corner 格，所以有兩個咯，一個我伊迄個獅子河嗰邊咪是叫做corner格咯，你舊嘅corner格，舊嘅corner格，係咯，新嘅corner格啲嗰啲，因為那邊不是corner 嚟嘅。OK，對啊，corner格，我都冇想到，可能本啊。特別啲你福建人講八幾兩百年咧，就你講啊，你corner แล้วหลังกาเซียวเลยจิตอะไรเป็นฮอนนากากิว่าบอกก็ฮอนนากะว่าก็ก่อนว่าก็ก่อนฮอนนากะว่าก็แล้วมาก็ก่อนนะว่าก็ก่อนนากะกัดชาจงเองก็สิก่อนนากะเดียว咯我想要叫迄個一句即個你冇聽你諗咯迄個換車頭一個會叫做關下會嘅咩我拍關下ก่อนหน้าห้วยก่อนหน้า差不多是你อิ่ม啦แล้วจะ冇 misunderstand 對嘛差不多是你อิ่ม咯ก่อนหน้าห้วย其實我咪講隻資料嘅其實叫韓亞格 racist 關那格唔係關那格是關那特別韓那 racist 呢即係話韓那人講韓那是 Indian 嘅特別韓餅嘅韓外國嚟叫做韓那，外國嚟叫做韓那。韓餅是對từng人嚟講，兩人嘅立場，人看到對馬來亞咧，人叫做韓餅。特別人大啲餅咧，老實講，叫做韓餅本身本是奇怪了嘅，因為是大啲本地嘅人嘛。本地人叫家己嘅所在做韓咧，嗬是奇怪嘅。老實講，韓是外國嚟嘅意思。韓是成日講外人嘅呢，韓外人咯，外人咯，所以韓那咧，伊唔是講看袂起人嘅是 racist 嘅面，伊其實是講伊是外面嘅人，特別對人嘅對人嚟講是你看人韓那咧講是外面啦，特別其實人唔是外面嘅人，人是多啲人嘅所在咯，是本地人，人是本地人咯。所以變咗之後咧，有一個，安怎講啊？有一個 debate 啦，直直 going on 就這年啊誒。哦。你本來講，伊是講，哇！你講人山環啊，迄個環啊，本有迄個意思本，就是講人比人家無像咱嘅進步啊，人嘅人家有路嘅人啊，咱叫人做環，本有咱嘅講法本。either way 本是對真濟人嚟講聽啦，哎呀，太無爽咗咯！講話是外國人，第二點，佢講話華環喎。你都俾驚講韓那叫不了，不了字。韓那格咧，嚟成就講韓那咧，我當劍起啦，我教你講馬來人嘅，我成日講馬來人，加啲淡薄啦，冇即係咧冇關係嘅，但係人有人頭一步有人行起嘛，人是拜年嚟嘛，就。OK 啦，未使叫人惡陀咯。喲，講個屎啊！喲，你係100% racist 啊你。OK。我厝嘅人叫做教徒。是你哋 racist 啊，你哋 racist 啊。呢我係講舊話啊，係你話。是啊，特別即係你人老國仔，佢老頭腦，人咪是 racist 個，因為當劍啊，當劍咪上，其實哎呦，你係咩啊？你成日定節講有一單迄個黃毛病毒誒，到底結打為伊個人啊賣物件誒，伊去外國啊，對來啊，去印度係對來誒是一個走開店啊，啥物也是去倒落毋知，咱咪團互遮濟人咯，了伊咁我聽人講就是咱個人啊，咁了個人啊，實對個你受自己。炒椒受隔了幾電嚟嘅嚟啊！冇事啦，我就捌講到你貴了，我係罵去影響着我係孫啊，講我媽直直講抄起嚟啊，你看，所以有一道我係孫啊，細漢時包如5-6歲時，伊去坐電梯嘅時啊，嚟啊接啊，伊個電梯每開時，人看到伊啊，伊安尼看，哎呀！哇！有個人喺面嘛，所以伊罵伊咯，講伊未使做呢款，牌啊！對，我係罵影響到伊啦，伊聽到我係罵，直直講呢款嘅。對，咱咪就四字。
老一排人愛幾樣坎坷啊，特別人即新嘅一排，你人會曉咧，人特別較搞特別，特別嘅，特別學嘅，人活嘛，人面死嘅嘛，你講到啲退休，退休路就英國中路就來有小調，袂對馬來西亞退休啦，แล้ว路有按怎準備呢？你30幾歲去？準備是有夠入 pension 無啊？係你是第要緊嘅咯。嚇，拍算你看，我這邊做有 accountant 嘛，我直直每一就擺拄着意思，搞袂，搞，我別走了咯，我別打了，所以睇下我55歲時我別退休了咯。哦，55歲 OK 啊，個哪年啊 ？Actually 我退休是較早，就無我特別伊人應該我特別做工到我60歲啊。哦。我講你早，這邊啊，我係 NHS 嘅 pension 啊，如果是一年早，伊人抽起來5%。哦，哎呦，你咪日日做啊，你日日做啦。我5年啦，我5年早啊，伊人抽起來25%。哎呦，日日啦，你日日別打閒啊，咁幾5年。我別打閒咧，我夠60歲時，我死啊！我後面。我係先病，我係咪先病？哎呦！講你冇快冇估呢啦，講你。你若是演技時啊，5年個真係估，再冇5年成個英冠咧，就再冇。5年成個英冠。我都冇耐心俾等了。我被走了。當今都被去啊！好，你就有機會，你就走了啦。我被走了，特別這邊我係變成較少，但係我冇插 ，because 我被帶啲馬來西亞呢。哦，你累最大呗。我累較用呢，所以發行較久咯。明白。แล้ว你講話你嘅話你生活對馬來西亞生活你被按照款嘅退休嘅生活咧，你被做係咪咩嘢？咩是生活？生活你 life 啦，你是做咩物件？我做咩物件啊？困啊，食小飯咯。成日你打對叫放假嚇呐？我行啊，去游水啦，去 surfing 咯，去游水啦，去東海記去 surfing 咯。睇下我在蘭卡威半度 surfing 了，所以蘭卡威我係 surf， 去加拉丁我係 surf， 你買做半行啦。哦，小門哦，好啦，你未先咩？自己做呢？未先。你冇成日有愛做咩物件？啥咩活動啊？做咩 project 啊？做咩物件冇？唔係啦，我做緊這邊夠日啦，我買喎。你拍攝成個講到馬來西亞一年到幾個月，แล้ว幾個月都短期英國短，係咪？安尼款上啦 ，because 這邊啊，我第一杯打係是伊嘅零天哦。我第一屆嘅零天。我這邊較嘅我30幾年，我冇啊40幾年了咯，所以你話你老咩？我52歲啦。哎呦，我講起來個少年呢。我53歲，你想樣嘅啊？對啦，嚇我想樣。我想樣嘅，我到你幾輪啊？你講一輪，我41啦，我41，我79年嘅。哦。你到我一輪咯。嚇，我想樣，所以我被我講咩？我未記了。你看到我老了，你冇啦。冇啦，你未打呢邊嘅零天，你到喺邊42了，53歲，你想樣？即個英國嘅所在啊，你再冇伊個點先嚟耍嘅。馬來西亞唔制，馬來西亞嘅人唔制，因為唔制 savings 㗎 winter time 嘅，所以伊個 boy 嘅weekend 啲10月啊。伊個時鐘啊，超點先？伊時鐘耍嘅時我就走了咯，แล้ว等伊個時鐘耍到個再耍去，什麼等嘅時我就轉去。
我 plan 者你看啦，特別我這樣就會做嘅唔知咯。我若是無鐳去咧，我就未走來走去了咯。你無鐳未走嚟走去，你要大到時間？幾久嚟啊？我哋啲大啲馬來西亞啦，較達嘛。你水較大，你拖較久，你對。有，別人咧，別人即個阿龍嗰是。冇即係等陣問佢哋姓，問我哋都姓，我哋都較老。是啊，對啊。是嘛？咱熟悉咯，咱就免歹勢人。我就冇歹勢。咱人。哦，所以個讀嘅，我就 enjoy 我做嘅工。嚇。我唔知講我會早退休未吧？我 enjoy 我我嘅工。嚇。So and it's a field that what enjoy doing. So I don't feel like 我會早退休。真的嗎？ Because I think 我多出來，我未迄個節，我唔是迄個節點嘅。哦，你是這邊點上啊？我呢看乜嘢我看路。So I always do activities or something 做。And since what I think 我反正我 enjoy my day job, so I don't know whether 我早退休。特別 probably not。特別你有個人成日講，伊根本免退休本唔要緊嘅。做假如這邊 in Malaysia 人有一個嘛maximum retirement age 嘛？誒有嘅咩？有啊。Of course 有，你會使嘅做落去啦。他們是 maximum retirement age，你較老了，你別做工就一兩無好。我這邊想嘅是 ，I mean 你想是會想做 under 65嘛？或 beyond 65，佢是 up to the company itself 講愛請你嘅是嘛？特別唔是這樣就 maximum 啦，你若是真正 good 啦，伊人真正暑假，你伊人本事會請你。做唔是 maximum 啦，我聽到你講 maximum， 係你就是真正來咯嘛。冇啦。那這是人有 minimum age，冇 maximum age。有 maximum age 啦，你若是做 pilot 是學嘅話叫乜嘢？飛機師。飛機師啊，你若是做飛機師，定係有 maximum 嘅啦，你袂使。我想60歲咧，你袂使。佢意思成日話你一隻，但媽媽訂面白燈咧，但媽媽訂，你就但媽媽訂係咩未記啊？而且會當然咧，背記是咪落是咪記啊？老毛啦，唔是背，總之唔是背紐約咩？我想我實去個普羅去背啊！這人多變靚啊 ，retire 了，現在做小做小 recycle。迄個就比較大部有。國日本有，韓國本有。迄個我冇看過咧，迄個是老人家哈，樣是迄個是無夠累退休了就去做呢，是樣興趣成個慢慢嚟講。有時未退休咯，新加坡嘛成日講70幾80歲安哥啲個邊度做工嘅，過旁邊個70幾歲。特別有個人是無累，有個人是成個來做。有淡薄活動啦，就嚇。特別愛活動啊，找物件做嘅咧，較濟無去做咧，叫抓安尼講啊，你用迄個時陣鼓勵人啊，較歹做嘅，較食力嘅講啊。伊毋是講為叫我甲人甲無呢用老化去啊，甲先怎啊嚇？啦做到物件運動陣啊，我感覺唔會做呢樣佢咯，歹命嘅啫，更嘅咧抓嘅咧。係啦，你用辛苦嚟做到老咧，伊骨頭生咧，แล้ว嗰條人講佢，小話未結報生係 show， 到時候未使做背結書，當然啦，我哋見到生 show 到啲 Facebook แล้ว等陣做我唔想話，你講John 啊 announcement，係咪 announcement？ 你未講 announcement 個，係咪 announcement？ 你未講人哋即係講 announcement。就報告啫，咱可能咱當然是去到咯啊！你想講坐飛機嘅人落驚啊！坐飛機人，哎呦，可惜，我唔知坐買坐啊，知道？
呀，我是有興趣，我是有興趣要想看講，咱若是講對迄個買退休嘅人啊，這個唔是講買退休我是愛，是講你愛做係一種，你退休你要有趁大，你當你真正愛大係一種嘅生活啦。就是講，你若是已經當你做掉，已經做掉你愛做嘅工，還是你已經活掉你愛活嘅生活了，你咪是退休甲無退休嘅生活冇咩清差啦，是講。特別我是我有工做呢，我會當今暫時啦嚇，當今40幾歲人是，我是感覺到我會，若是講我會做成個。係一種嘅工，成個講放會放嘅啦，你愛去做下物件做了，你成日做part time嘛，啥物嘢 continue 做。我平常時每做工了，是半年啊，是幾個月。對於馬來西亞大啫，無就是找迄個online 每做嘅工啊，了就到啲online 嚟，到啲馬來西亞是到啲下物國本嚟 continue 做嘅咯。我是想咧啊。特別我退休，我咩事都冇有講嘅，我啦啥啦，冇我閒咯，很多事咯，冇物件做得。而且 full time 變嚟學人，特日落就出，特日過來。冇啊，你有迄個落去落啊，冇人陪你落，本是問題咋。對。你叫你邊啊？我今日佢那食個，特日陪你落。咱就係退休啦，咱就係退休啦。知道 unfriendly， 應該點特日來啊？應該點？OK 啦，免做半行講話啦，啉個啤酒혼講話。嚇，都是誒嘛？誒，不過我講聽，可能咱退休啦嗬，迄個本來學見錄音變做是到啲個別點嘅位做嘅特日，然後咱 broadcast live 到啲個別點嘅位。會使，咱家己開正個別點啦。嚇，對。我感覺特別有物件做嘅，還是無物件做了閒嘅。我唔是安尼款嘅人啊，我真正笨蛋嘅哦。我會做半行，我就歡喜了咯。誒，特別我講，咱開個別點，係咱有一個講咧，可能看老官呢。啊，你就借啲consultation咯。你做到啲，你做咩就對了。對，咱人就借迄個。領啊、流河啊，揸隻工佢會做揸隻工，咱聽眾裏邊做雞啦、做龜啦、搞豬隻嘅啦、搞賣物件嘅，我都做啊。啊，即南西嗰個你看裏面啊，嗰隻龜。嗱你講咧，你是大佬嘅講nữa嚟啊，看命嘅，我正另嗰是看病。對。誒，出面本來你看那邊咧學嘅個別點，接女特別小妹啊！誒，接女特別小妹，接妹特別小女，接女特別小妹。我而家死啊！我而家落幕啊！誒，講嘢咧，你點會開到去啊？嚇？你點會到到去開啊？關哪格啊？佢部隊啦，啲部隊較流轉嘛。唔係啦，我除你較高渣誒，出點處。其實那是講咱有貴啊，咱貴那嚟聽眾伯伯合租俾佢開一間店啊。其實無人冇咱就係去流轉呢。租借人本有做激嘅，迄個就是迄個 Doris 叫咩名啊？金配。金配一個做激嘅，係咱有做邊啊？係咱按照節目上款嘅人哦。係啦，即博金店嘅就對佢做。南西有啲邊個人看名已經夠啦。你already text 落，我一接嚟，你俾吹獎，我俾吹南石樓頂，去樓頂收住，去樓頂搞 privacy。你一時落嚟卡啉個杯。呀，不過件很少有落過啲。然後我成日看人啦，我是成日你夾小夾皮，一度你去跟人講話，日日外賣。一度講，特別變嚟學見 live stream 啊，特啲 Facebook。講。
講是狗，你唔啱隻狗喺度先，你看你有點辣，有點巴辣，但係自己嚟講，你想我硬，這個就老實講幫佢做咗，但係自己我都不善啊，兩禮拜佢壓咗冇啲，佢就慌啊，逃避走去逃避，逃避嚟，走去葡萄榴蓮巴嘅逃避，走去葡萄榴蓮巴逃避掉。特別我有想過要換車嘅，我較想要做啥的士啊，換巴士。換的士，我成日會做緊你緊嘅，因為我就係退休我老嘅事。你借掉你嗎？你嘅正線就是為換車，你借掉你嗎？換車都冇了正線，我想要做成個都出來，都冇做淡薄物件，愛得是，我唔知要做咩，我老係做咩？啷八舊啊！講我老係做咩物件？有卡落音係咪 OK 啊？係咪卡？就講老啊，得有卡。有卡。我有一個朋友啊，韓國人誒，伊講伊拔到伊是冇帶咯。係了你可伊路頭冇路個就係伊是冇帶，伊錢嘅問題。係了你可伊當今40幾歲人啊，走去學教頭毛咗。哦。伊講啊，即係拔到我退休啦，老了啊，免走去走路啊，記得啲掉裏邊教人教頭毛呢啊，佢愛做乜嘢？哈，冇啦，你係自動教本嘅嘛，你自己 design 你舊嘢啦，你係教頭毛啦，你直頭卡啦，直頭卡啦，我成教。一般時講，我睇冇一個 skill 啫，咱當今嘅 skill 是當今嘅會上會用嘅，伊當然做工嘅講是當今嘅會上會做呢，60歲過也冇人愛路了。我上過你看問題本啊，退休嘅時，你講就只人，你有用下面，你本身有嘅 skill，你該有用，夠吞用。我那時我咪照顧好個啦，你講我個人睇成個攝影啊嚟攝嘅，然後我係 Photoshop 嘅，然後會啊 ，Photoshop 平時就大人會曉啊，當然。當然個泡泡我睇我，你別個人搶我講我講嘅。你把攝你別個攝用電話會使嘅了。係咯。特別嘅個就係。有一個地磅嘅，你依邊幾教？我係講 AI 啊，當然就教啦。伊知你暑假係咪食啊？伊知你暑假係咪款嘅 pattern 啊？我同我講咧，我是驚我一兩個 computer 有關係講咧嗬，我冇，我skeptical 就驚啦。特別當然就係物件嘛，是伊 computer 會做物件，特別伊做個一地磅嘅本啦。特別不到我唔知啊。我是想看，嗱是講。是講我對變靚啦，我要做咩？特別我唔係咯，我對退休啊，就是我唔是講要做工咯，就我唔是講要，但是無法度就趁你我明白啦。但是講確定係講我是我對於我要趁你嚟講，我要做咩？我是想講，但是講我免趁你退休啊，嗬，我是大致是去行，我特別出面嘅做就對啦。像英國啲嘛是，你講你咪做工，特別你咪是要出面嘅做。都係少啲咪借得出嘅咩？我攰住借啲個別店面整過我個人，做幾部？你做你講下你 describe 下你是安怎啊？你講早起出嚟做咩咩？แล้ว後尾做咩？你想下，你哋都是 imagine 過咩？唔係 imagine 佢唔係想看過。哇！睇住我要做咩？啲檳榔啊 ，OK 啊。你真猜你是搞到啲人搞到檳榔咩事講？我哋車炸了，去燒水了。你記得燒水，你厝嘅燒水啲？冇去檳榔 club。啊。燒水啲，แล้ว自己開車。炸對了。自己開車。自己開車，安怎啊？แล้วคือ你ไม่ใช่你ไม่ใช่จะอะไรบ้า你想我應抓字是冇？你應該累咧，你問講應該累呢大？冇個抓大啦，睇下路。冇你請我咯，我做你อะไรบ้า咯。對，แล้ว我個攤做工，你個攤免花車，特別你揀花車啊，你。係你點先是邊個有你本事未花車咯？我當然就冇花咯。冇你請阿龍。請阿龍啊！特別，and stressful 你俾晒請阿龍 ，seriously。
小當然想笑啦。好啊，就。你 OK， 你賽車你要走去長 A 啊不長 A 燒水過了去倒落去倒嚟食。咁不是做酒家。佢都係做真假，但我都唔知。未使啊 ，Covid 啊。誒，人哋估都睇曉嘅事。我唔知啊，即係 Covid 未成人夠嘅真係估啦，唔知啊。WHO 講22年半 A 啊。20年唔是幾年咩？22。哦。了，唔知啊，哎呦，แล้ว除 lunch 咯，除 lunch 嚟食。不，早起對先總係要講下，我 just 要 imagine 要再講人睇曉嘅話。我你講嘅 ，OK 啦，我 guess。去拉蒂庫是去美會食。美會還是去77，還是去聖誕節，還是去。Gurney Drive 嘅 job 嚇。Gurney Drive 我唔捌去並則去少咋冇，有開啊？有啊，有幾人有開嘅。關下卡嗰邊啊，關下卡。阿妹，迄邊有嘛有迄個，哎呦，叫做咩嚇？迄邊個邊條？你尋大條曉本啊都。我是Tom River 是阿美嘅區嘛。哦，你新西蘭那邊你出差，早起出差，為何你是講？係你熟本，係我只熟本啊！哎呦，是講我驚。驚咩？我驚唔知那看成我特日去食，不要驚我去 gym。我驚我特日特別等佢食，我就是真係肥嘅。特別別講啊，我講聽，但是講我是對去馬來西亞大，我唔是對去馬來西亞食方嚟講啊。我有可能是食較生，還是我就食生，我直接啊個一頓啊，我 ringgit 啊，我買開貴啊個maybe 個50塊呢，買開貴50塊啊，直接50塊就借啊，係啦，就是講啊，咱睇住啦，要借，我啦，你未講嘅 ，because 睇下我有啲外國啊，我直接想同你橋餅，我會食較少，特別你這樣食大好餅嘅事啊，你自己煮。你冇呢好啦，我是希望啊。你就好了，就夠了吧了。就是哦，我是要食爽。自己煮。自己煮個聲啊，你講。MCO 就飛嚟講自己煮個聲啊。特別好，是咩咩嚇？你別話曬講到點樣來使用，是你要買一個物件，淡薄伊較貴個你去個口食一頓。未啊？我啦，就叫較便宜嘅咯。我覺得自己煮係便宜嘅。你嚟識講你去個口食一碗麵，人講你食3頓嚟講啦，你一碗麵啊個3塊4塊，好過算5塊，差5塊一碗麵，你水2塊7塊，你算10塊好啦。3頓人就是30塊一日咯，你煮會是30塊一日要。你俾水 transport 嘛？係咪 transport？你坐車去鋪地咧？你坐車油免錢啊？你是講了你煮啫？你是講煮食還是？好似行 Grab 嘅錢。嚇，對啦。坐3刀 Grab 喎，6刀啊！哈利加佬你都未算嘛？對，係你佢女一刀 Grab 差唔多特別20塊喎。看啦，你記得20幾塊嘅，20。你要大啲算係多，要落鋪地咪是真係貴了咯。我是大我只是行路攤去食嘅，我到邊食。你係
你係病冇大會有錢一齊會參加嘛？就是哦，免落坡，我驚落樓卡度參加。所以我是你看想，我那是講就是講我對去，當今我對去食項無想，然後對拄我食項，哇去食好料啊！大好料嘅咩？我那是佢對馬來西亞大是老萬棒哇！我是真鹹濕嘅一個人講，老萬叫我出去，老萬講，夾去海底鹽蚵，我講你死嘅鹽蚵，我去講你食過只福建麵都會啊，攞鹽蚵。伊係叫看車去到部落，唔是部落咩？乜都冇，係唔會食海鮮啊！嚇冇啊！我冇講你係唔會食海鮮咧，我同你講，我海鮮是福建麵入面係佢隻蝦啦。第一包 economy 本開只食三對。係啦，你真係說，我啲啲有時特別真係生類嘅嘛，那類是有限嘅還是？我嘛想。嚇，我是冇講你。特別老實講，特別咱有影老實講，咱是較好命啦。老實講，咱到啲外國做工賺類嘅人咧，對佢變靚大咧，其實是會使真濟就對啊。你收看，你直接收，愛收30、50塊啦。收50塊一個月收落這類，當然起啊，收起應該會有啦。對嗬，你是講啊，你再講你被大學邊開馬來西亞你50塊啦，直接食啦，一特別被推蝕咩大 ，I think 你特別成日講，你先講我水厝嚟講啦，我冇愛俾厝啦，先講我水厝乜是貴嗰啲，水厝一個月特別個2000塊喎。冇啦，哇，免啦，免攞錢，免攞錢啦。係多件啊，食件啦，食件嘢啦，是講比較爽就冇啦。一千應該有啦。但係講是一千啊，然後學電費最細係咪咪算起來特別攞錢哦。免啦，冇啦，主要就係白免啦。電費細你知啦，我 internet 講得貴，我個比較快 internet。我買 internet 我冇寫啊，我冇錢。就是你搞我想，不咱讀幾遍，我讀呢。on the internet so 我燒我嘅鐳我應該開我嘅鐳和前年轉咗快嘅 internet。對。我看你講了有退休，我應該開隻老人經嘅。係啊，我唔想講貴本係變得好嘅老人經講貴嘅。咱好俾次做嗬。你使包錯出門。你少年嘛，你咪嚟，你往請你嚟學西灣哦。你少年啊，你嘅490老人嚟學西灣。我學你累嘅滯哦。唔是叫你學西灣武打咋，我學請你累嘅。這是乜 project？這是 Malaysia second home project 啊。Third home 啊，這算嚇。變成老人經啊，我諗是變得學嘅老人經。本啊，我好想過本啊，但咱老人冇驚字啊，是咱個性個老官啊，個係咪嚇？未必會使變得學嘅嚟嚟咁做。但係咱講人嚟變得學嘅，講嗰度傻喺邊，有等我學晒死亡有死嘅了，條對佢 Q 咗一倍嘅嘢。冇，我不想講你，成個講我同見到點馬來西亞，我阿格仔講就未開到這裡嘛，所以那些講那是一季節，人講咱生活累啦。特別食啦、參大啦、transport maybe 咱坐 Grab 啦，還是買火車，咱是上講老啊嘛，了個。我是用 LRT 啦，先。哦，maybe 有 LRT 啊，我驚啦，我冇買，我冇插，我驚啦。你做棒啊，做棒會 LRT 啊？有可能咯，我對佢退休，特別我退休我冇講隻股。approve 咗嘛？冇，咱個就係唔係 approve 咧，問題迄個問題唔是講累嚇，伊唔是起會未起，唔是有在地無在地，就是咱嘅政府。哎好咪？咱嘅政府是全世界第冧亂嘅政府誒。OK，咪講隻話題即係講你講退休。我唔介。咱是想家己講要安怎趁累，安怎去開下，你去想政府開 LRT 啦，我哋講你忙做忙。慢等啊，是講。慢等啊，你話車個好，一個月我今日3900啦。係是莫零頭咁退休啊，莫零頭。你是咪借巴士？這是啊，借巴士未買咩？借巴士學嘅人啊，開老人經啊。你本年貴啲最基本嘅嘛？冇啦，OK，我邊人學嘅開老人經，一人1000，我睇這哦。冇啦，乜都借，你包只包大。
啊 ，OK， 包我估包一個 van 個喂。啊，1000塊冇借，1000塊冇借。你說你好啊，你說我是想問，是講唔知有鐳賺到啦。我只想啊，背到啲馬來西亞嚇，唔是我俾賺鐳啦，我俾去大。有一個較濟鐳特別樣高鐳較好嘅老人經哦。恁特別做濟啊！我看只濟咧較貴嘅老人經嚇，了你去收較少人啦，了變做成日講，你一個月互3000塊嚟講啊，包食包大包學曬。我買1000啊，就好爽啊！1000，好勢哦，1000。到Relawi，I think。OK，我唔知啦，老呀，你做爽嘅。特別爽是講因為做咩你成日講。鬥較少人做，可能好像大歡喜，可能咪講成個大只線啊，可能冇人。伊別線嘅，伊有真正濟朋友，人老人家有無相嘅人，特別你間我做個老人家，就是老人一嚿破病唔知啊。陸地圖啦嘛，所以我需要路咯，陸地圖啦，我需要路咯，陸地仔啦 ，we need you。依家是老嘅時，佢就需要別人嘅事咯。不能安尼啊！我叫那數別人啊，你那是破病，你就就死啊！你免 rely on 我。你小鬼老啊，還是你有隔了鐳啊？你有隔了 plan 啊？把你 Alzheimer 我。好啦，那就是你啦。你記 account number。了解啦，我未記 passcode 係咩啊？係咪嚟做我事？And then or maybe 你老嘅變你 retire 佢啊，你學水打波片。哦，片類嘅啦佢。啊。哦。你講嘅，你啊 all the plan 呢種。我愛水打波數，好我係未可能嘅啦。水是對路水，唔是對別人水，是對路，是講做路真正暑假愛打波來線女嘅啦佢，嚇，伊唔是講就是特別人水成日玩嘅。係我同阿姨了咯。係咪你講？你若是吹彈一個阿公要做，你看你看過嘅話，我就是講伊就是暑假阿公嘅時候，你是要幫伊嚇，伊較濟是伊暑假嘅人應該係城市。暑假啦，佢嚟嘅城市佢。你講啊，你人 retire 啦 ，maybe 你吹咗一個，你暑假打波，跳死人拍，跳長水，然後一鐵路學曬路只水，啊個路 maybe 你俾試下一節子個講啊，你 sign 呢個 contract 啦。特別會啊，我若啥會啊，我若啥我會做嘅教，你要試啊，你特別係去倒落去啊，我都冇驚字。donation 啊。你咪是只可以學曬路嘅人啊，按照下本啊，喂，你伊免甲我是伊免水本好，若是講伊你是個有一個少年家啦，我是甲講 contract 先咧，我若是一日。我包你食包你大，你做只大甲我特別你教我啦，你免甲我免說我誒，這是成個平常通教我大波雜波不可能無插，了你會教我教我死，了我存來累我後你個來去哦。這像是毛毛菇嘅故事嚟。你講嘅看真正好險，你知無？嚇，伊要提示我。伊袂攞鐳啊，你若是破病啊，就要開攞鐳，伊咪開互你，有一個嘛。條本。伊直開互你呢，存伊就無夠存了嘛。特別你使成個一 class 你使寫講是你無 control of 你嘅。Until you die of natural causes， 還是係咪 anything 無關係嘅嘢？真頭係啲裏邊。冇，就差別款條頸掉啦，嗱。就菜龜條頸，就菜龜條頸死。嗱，毛蘑菇嚟啊！你講到毛蘑菇嚇，我只講就毛蘑菇會講笑毛蘑菇出嚟嘅陣時。係毛蘑菇，我未聽你睇曉嘅講笑，毛蘑菇，未聽可能真睇曉都拍壞哋喲。
你 mute 掉啊嘛，毛菇你 mute 掉。mute 掉。如果啲學掉過係點處啊？實啲學掉呢？哇！你老咗啊？你拍壞嘢啦，毛菇。一時學掉啦啊。學掉。即愛嘟冇地，愛嘟南西嗰度邊，我已經開咗落去嗰邊點啊？那水咯嘛。愛嘟學晒哇！愛嘟，我請愛嘟，我請愛嘟嚟學晒。毛菇你聲沒有掉個？沒有掉啦。南西你食咩好料？南西你個沒有掉，冇毛菇沒有掉，特別個冇拍壞。你食咩？哦，上個咩嚟？食嘅咯。cake 啊，得啦，我斷下。OK。因唔知得啦，南西有啲，佢就得吉隆坡下。我想出去行。摩領頭有啲走路啊？你走去啊？你真唔知走去得路？依多啲得路。依多啲西賓嘅。西賓嘅 ，because 依個 poster 是 Amsterdam 嚟，我想是 Amsterdam。領頭你係 poster 啲你後邊是 Amsterdam 是唔是？成日試啦。It come with the room 啊。忘記做咩嘅，啲時候。所以即係幫輕到水啊。Yeah， 用水。外口環境是咩？好看嘅。外口看。三姐啊，你看你位波條咗。你看唔要緊。哇，天真水哦。Hola, señora. Hola. ¿Cómo está? Nah, mama gue在等你啊，tapi kau冇聲個mama gue你 mute 掉咪，你咪 mute 掉，我唔想試我 dyslexia。你好咧，聽到未？聽到啦，拍壞嘢哦 ，camera。拍壞啊，咪好咯。哎呀 ，screen lock 一個。我兩位 screen lock，等陣我帶佢開隻嚇。南西你食咩？南西食好了。你食咩嚟？你到吉隆坡下。似我啲吹嗰啲隻。我嗰看到菜店媽們啲邊喎。菜店媽們到這邊。愛嘟。南西。我在事情樓下食㗎冇 ，because 你諗。有啦，有菜店媽啦。哎呦，我哋。菜店媽啲得咯。有 mini market。mini market 到這邊。哎呦 ，OK， 等陣啊。我邊 ，OK 嚟啊 ，OK， sweet， yeah， OK， 喂，到你 camera 未開過，哎呀，等陣，你阿媽，我穿咯，不要緊啊 ，YouTube 嘅人你咪做水水嘛，你 Line the kitchen， 唔係事實講話，去 YouTube 都俾幫較水那麼，隔壁無個 camera 個，我是俾每路我人想你講要退休嘅話題嘛，然後我俾想看你會講看你嘅退休嘅生活係點樣？等陣先，學我食到邊時先，本來你係誰啊？別人講啦，叫你。南西講南西啊，我南西聽到我南西同我，哎呦，我未使開嘛，我開啦，咁啦冇死機，唔會聽到我講話嘛。嚇對，畢竟你 relay 你 message 我嘅10時過咯，應該點？半粒時過。Real camera。特別個阿邊 rotate 個，嚇有，好水。OK， 等我先幫大路啊！嗱，啊，南西啊，看到未？看到，南西聽到我啊？聽到。南西啊，我講退休嘅事啊，你俾你 camera 嚟看到呢個見面啊，南西。我你退休，還沒退休，你不要聽啊！我不要聽啦，我知我係半桶水嘛，我好多。退休嘅事啊，你退啊？你退休嘅事，
你退休嘅時啦，我講會到底本來會開一間咖啡店，แล้ว咖啡店下邊咧，你愛去拍殼個人啊，隨人拍殼啊，是咪本會使嘅？แล้ว你愛去隨英國店啊，看陸軍啊，本會使伊家己一條道，แล้ว你樓頂個一間房，互你個人看名。唔是啦，你會叫我有收視，我頂乜雜我retirement home 啊，掉萬字嘅你叫，哈，然後咪是講愛 massage， 早起 massage 個阿妹，想嘅，我是講會開一間咖啡店啊，好啦，แล้ว人其實，老細 massage，因為大日本有成個live stream，大日到底係間咖啡店嘅。係先個別點，了有時旁經嚇，你條你邊個來邊個看女仔？哦，哎呦，迄開門都是大把咧，你阿媽是說轉？哦 double tap no 誒。咁啊，你說用我。呀，嗰啲好毛毛咕咕哋自己潮到對呀。แล้วแล้ว我ไม่นำใส่我ไม่รู้เทหิว嘅成話成咗，รู้เทหิว嘅成話。我把你地曉啊嘛。哇，當你笑啊！你講我哋把你成話。哇。退休嘅時候，我甲當今嘅想，我看你們是才講難咧，我看你們是只正物嘅做嘅，我看你退休嘅時本。是我真正嘅做嘅，I don't think 我都退休啊 ，actually， 佢哋唔是講你無做工就是退休啊嘛。對，你使出幫物嘅做嘛。啱啊，你會使講去做一種你有時咪做物件？做落地哦。哦，大隻做落地，那會使嘛？那會使開啊！你看人那會使開啊，咖啡店，你唔使做落地唄？唔係唄，我愛 share 我係 share。你見到 share 我咧，我去唄啦。share 你 skill 學，我 share 你教我，後面我 share 你。冇，我是講你做你補出來啊，嚇！แล้ว我去唄，嚇，我去喺咖啡店咪唄。OK， 咁是咯，未落地，特別我可能是我唔係未落地，我 share 我係 skill 呢。哦，maybe 都教人做落地。教人啊，開班，可以做下咯。哦，แล้ว你使教人做 exercise 個？哎呦。啊，咁。Zumba。exercise 所以有時候看幾回啦，無咧80歲，你去教人，我無愛學你教咯。誒，你就未有會人教有會人，你別使叫你未有會人未去跳啊，自己學你少年嘅教跳個你先平去。你就別去老人嘅嚇，你 adapt 教老人。啊，嗰種是個60歲起啊，是幾歲起啊？嚇，80歲那肯嚇。我俾睇你90歲班，80歲，你就係跳邊？你就係跳Zumba係嗎？我OK，所以幾歲啷是希望講幾歲有嘢趁退休咧？但係英國中是講伊52歲。即英國中應該是把你退係咪啊？退休了，是唔是？退休了應該是。你可以問英國中嘅試過啲哦。我個計落呢個55歲嘅退休。哦，50個 ，OK， 當今52，對。53個計落呢50個去，點啊？即冇領頭未了你試過啊？日本啊，我看咗紅。當今伊個即試過嘅當愛貴啊，唔知賠。差唔多杯啊，試過當緊10杯啊。我唔知係咩做啊。馬來西亞啊，美國有試過無美字嘅。是人英國嗰了試過嗰了有美字嘅。誒，什麼英國無美字嘅試過 ，maybe 人 organic 嘅數。
唔知啊，老師啊。唔是 organic 嘅數咩 ？organic 嘅夠有 GB 不啦 PG。誒，喂媽講 GB 嘅，喂媽。喂媽是長山人啦啦，伊唔要講 BG， 講 GB 嘅。喂媽，伊袂曉誒，伊 BG 是可能話嗎？是瓜子。啊，是瓜子。BG 我冇是講 BG， 是講喂媽，你講 GB。我係驚嗬，嚇！伊講到有一個 nickname，因為我哋 nipple hair 是蝦米？做咩有可能 nipple hair 對，嗰叫磨零頭啊！ nipple hair 是零頭磨嘅對。nipple hair 咯，誰是 nipple hair？I do 啊 ，nipple hair 咪是零頭磨咯。你大漢呀，你就知啊喂。有啊。Actually，老實講啊，你有幾條嘅冇？零頭啊，是得咯。零頭，查某無嘅啦，查某無。查某有咩無啦？我肯定，你查某飼零時只對 baby 個呸冇出嚟，係咪？我咪得我即係講到小手頂嘅有一條。咁你真係有英國中嘅零頭。我幫大個。真係要咯，真係要。喂，零頭真係謝妹，喂，零頭真係謝妹。哇，可能話。唔係。等我特別退休啊，特別未單個人看，我退休。我未單，我到底即個我到底 Eventbrite 未單，แล้ว即個可能過你把幾過嚟俾。好勢，不過怪歡喜呢，個 Eventbrite 會介紹邊啲學見嘅。OK， John，佢阿古羅而家。佢講零頭碌咯，係掉啲零頭摸係掉。零頭摸係數，搞清楚嚟。跳。OK，我俾講。不，我但我要算到對，慢慢啲算累掉。我要算看一個月特別阿個幾累，แล้ว人家會到啲邊樣會聽退休個或個爽嚇呐，唔係講真正爽啦，但爽淡薄很。你若是要食，看到小販啦，一日30塊就夠了。一日30塊嚇，我食小販嘅。但係我冇聽到南西話人講嘅就是金毛蘑菇。我講嘅就是我當然對去食行啊，我係食熟去爽爽嘅。我若是不是對退休對馬來西亞大時，我真正減食嘅，我特特只會使開一頓使開10塊呢，ringgit 啊。賣啦，不如10塊咁講，你食到你。唔得賣。我唔使攞第4對嚟喎，攞自康自。都是自康3礦對嚟，嗰是自康4礦對嚟咧。唔知喎，我看其實退休，自康4礦啊，我可能啊。其實你會使食雞飯，你加後水。關鍵雞飯吧，你是阿個7塊，這邊個？雞飯哦。雞飯是6塊半。然後加後水10塊，一出，個大力加燒。特別是講當劍咧，話叫可能自康4礦先，可能都較貴啊！就是講。貴，一盤10塊。Inflation OK，人講 inflation 個算起來就買一頓，人講50塊咯。Inflation about 8% 一年應該是8 to 13啊，你看過應該是啦。人就要有calculator搞算，有算半，人有算半搞算，所以算起來個借率到底馬來西亞，使乜自控4礦退休？我使乜60歲、65歲退休？但我是幾歲啊？當今我是40，我是幾歲啊？南西我幾歲啊？40 OK， 40 that means 我是個我19年嘅退休啦，是講65歲。對。19年都 OK，頂埋20年整一半是。4塊幾，20年整。所以如20年後是 about double。OK。
然後20是咯，個再 double。個20年個再 double 啦，是講 OK，所以就是講個20年 double 嚟講，嗱是同我哋講一個月成話攞當金就是話雙雙嘅2000咧嚇，攞3000，所以儲過咧，所以儲算甚至起來3000塊啊！哇，等於說到俾6000塊啊！我假如會開聲哦，我假如會開聲啦，我睡回來了喂。我今日去想睡過來誒，是阿格我人誒retire嘅時，我挨累咧先是睡60歲，嗰時50幾歲啦。特別注意啊！但是用家80歲嘅嗬，是阿格是100萬啊！你看100萬是有幾類？100萬是1 million 啊？1 million。少嘅咩？歲到80歲。lifestyle 是只。較清彩淡薄。加只較好淡薄呢？哦，唔是媽媽，唔是媽媽啦。But 南西就1 million 夠咩？啊？我講成計少呢。因為即係1 million 本身。我諗把水好啊貴啊，係咯。我真係想嚟我會想啦，就是 I'm like at least I 3 million 咯。啊，咩？我覺得你是大 maintain 個當今嘅 lifestyle 咯。我是講伊路 1 million lifestyle， 我enjoy lifestyle。我頂擺我做保險嘅時，我人有算，你睇 plan 荷人嘅，所以我有算荷人，所以我人愛看埋伊愛enjoy lifestyle。伊講伊留來，伊愛是食 restaurant， 甲是食媽媽，甲是伊愛食較好嘅，所以我阿家我 million 成隻少呢，可能貴60年哇1 million of course 1 million 是第一包數嘅啦，第一包數嘅，特別係 maybe 係個1 million， 特別10年前我算咧是阿個，10幾年前我算是阿個1 million 啦，舊我人retire，到80歲，本來命到80歲。I think 是應該是話較長會80啊，大頂。特別幫佢看路大得咯。到檳城可能少貴 KL 淡薄咯。OK， 咱算3 million 啦，用 conservatively 用即個82嘅 number 來算3 million 啦。3 million 看一個月咯，一個月幾錢？所以講你退休嘅時買3 million，嗱，咪所謂20年裏面我必須賺3 million 嘅鐳啊。你愛得你去收鐳咯，你愛買一個 property 來收，嗰時你愛去做一個 saving plan 嗰時。我買啊，我買俾 property 啊，我嗰陣時講我等於退休嘅後，我就是我死掉，我就免我個買厝，咪我買。我只就係水厝水較爽嘅啊，係然後大條死起耍，然後咯，然後。看你買 invest 唔相位咯，像你買 public mutual 啦，你買一個 saving plan 啊，係咪啊？你看來收咯，你買一個 plan 買。買你啦 ，PRS 啦，你 private retirement scheme。特別我收鐳是收這邊嘅鐳，阿面到底這邊嘅收，你係對對下邊開鬧事啊，拍順啊。你收大陸嘛，你收啲 bank 都冇可能收啲 bank 收加300萬嘅嘛。對，有啊，你 already 有啊啦，我 retirement 下邊嗰啲有啊，是講我俾看下 number target 對就係，但係講我特別諗諗嘛3 million，但係說我特別。20年，其實冇問題嘅。是講我大邊，是講我特別係我特別一半大美國，一半大這邊嘅。那是講你累積差唔多成啊嘛，咧在20年後時，哇4 ringgit to $1，是咪是定了還是？哦，哪類是？是啊。看了你 president 做咩啦？伊 continue 嚟看嚟講，我是冇 surprise 咯。second term 嚟講，我直頭面對退休啊，是直頭做正事啊。你代表是耍啦，就是那是講3 million ringgit 嚟講 OK 個最高。其實仲你代表4不A喎，你代表做工喺 office 邊啊，唔是有隻 cemetery 咩？你 cemetery 冇了，baby 啊，係 historical cemetery 冇了。我真係點解我係亂啊？Actually 我冇插我死嘅事，我死咧我就按照本表見咧，我冇插。我是想講我真冇咩希望講，你畢竟是另外一個話題啊，死要做咩啊？我死啊佢做咩？
本來成個你熬數啊，你扮熬數啊，熬數我是要做只事，我是成個講我無愛成個你開慮到啲掛叉啦，咩你字名，你可唔我無咩愛喎？我哋時講過啊咩？你需要你會幫啲個把出嘅 podcast 到你字名會。你是我是行到7-8幾啊，特別係你無要緊啊，還是無錯我死我唔知啊是，特別我是要是要緊嘅是講伊樣買開慮就對啦。但是講我要成講辦儀啊，你抓愛掛產底了啊，你咪咩去燒去啊，咪是耍咯。我咪成個講嗰啲，哇！一邊嗰條開集清啊咩，我唔知有嚟這裡，我唔知做老師喎這裡啊。你使對咗份啦，你試過啦。係使爆掉嚇，爆掉啊！咁樣我很試啊，到咁樣嘅燒去啊咯。我舊時講，那是我老，那是講我平常可能試是老啦試啊，應該是我都冇驚孫嘛，還是應該都冇人知我是裝啊是，那就試定嘢就算咯。特別別講嘅啦，人會變嘅啦。你把你講，反正你講你後，你會想法個無相啊。但人講一個分享，個想無相物件。是咩？我是拿來拿簡單啊！我頭較少陣時，佢想講背一個來背字名，人來是要做咩？當然是頭名咧就試一耍搞少少氣啊！我買笑我驚做。你都未做啦！唔要緊啊！往後路誒三大 notion 哇！我有我去帶好了，係咪有我去笑我去得意啊？未？我未喎，我咁樣笑嘅喎，笑甲辦儀啦啥？發生啊！這邊有睇未抓嘅觀察咯，我知哦，有抓嘅觀察未？唔使啲抓愛啊！啊！呢隻 cardboard 嘅觀察。特別想 maybe 你使 invest， 你 after retire 你使 invest on 嗰啲富貴山莊啊、二萬啊。把路會使俾了，咩單係事，把路時會使俾啊。把路當然使俾咧嘛。我買喎，我買做越大，我先睇你搞少少期啊，客家佬到啲嘅落邊，都冇客家佬。先睇咯，佢話茶是新類嘅啦。我咪是想，很想。基本 A 了咯。我咪是想你搞少少期客家佬喺。是講唔知你 bio 誒你調料咯，佢哋都，別見到真睇到啲到咗後尾落會，但係你搞我多啲頭開耍。4K 店咯，4K 店啲記錄邊本 A 啦，我插緊你。我咪想下。你使包，你使笑啊嚇，包我關回去 Disneyland 一三。唔係去 Disneyland 啊，你後尾落真睇入面，落牙窿下面真睇我冇飲。真真啦，會唔會就係心？誒，咱講時候快，即係而家 retire 嘅時候，即係 retire，不過哇有，我唔使 retire，咩死嘅事 ？retire 講我都公司少女，我是想你看喎，我是想成個講爽爽嘅 retire 啦，退休啦，嗬，我是要成個隨活動咯，去做物件，做當做晒啊 project 啊，硬嘅啦，免去想啦，去搏個了。係咪咧？我只我是地博膠嘅人，我未曉博膠，我未曉。現在唔是對人，是人哋看，我未曉博膠嘅。我咪未曉。我只係卡拉 OK 開了。我個冇興趣。係啊，有見講你燒條啦咩？可能騙。誒，有影啊，係有影。你可能係我講緊你聽到呢，什麼你話白嘅啦，然後學嘢。是老安哥啊，那個學即係呢所以就冇騙一類嘅啦。學中國冇騙佢。我是本地就冇嚟哦。我就 sorry， 是係咪國家冇？誒，馬來西亞本就係啊。有啊，咯，騙嘅啦，很多個 refinance 嘅處啊。哎呦，然後不學人哋就冇騙。這是我聽過。阿伯叫做阿，學怎麼騙個了去，老闆不是叫做阿，真正有 effect 嘅嘢，伊不是叫做阿人。我聽佢垃圾清一禮拜計騙個了啊。你積壓咯，都冇啦晒你，你看騙老人嘅類似啲積壓嘅咩？喏，我個前邊係是家己會曉嘛，特別冇你咪使講家己。
不佢讓 retire 佢有啊。你個幾？end up 佢好平。你時候你做老啊，你做教驚物件，老人啊，較濟是較驚，都伊人應做互伊人驚，伊講互人成個阮媽呢，有一個人驚啊嚇，拍電話伊講我是你的 bank 來啊。你人找一個啦，找蝦米啦？你若是無做，安尼款啊，有可能你會去坐卡久。聽冇？就安尼款，你就請假了嘛。所以老一個老人嘅女應該應做就請假哈。不要停了，不要停了，不用停了，不用大聲。就是講我不知老騙老人是真正，哎呦真正。真正衰嘅，無好死，我是照個路無好死嘅。人半死啊，談你累嚇，有要老人去先啊，是啦，社會啦，你有影是社會。老人講啊，我都唔知呢個 internet 嘅物件。hello，因為我人睇下人看老人講，哎呀，伊人未曉嘅款。我家己想，我若是家己老嘅時啊，我嘛是做變做安尼款去啊。就是啊，了你變做靠別人來到佢做做。我嘛是靠較 modern 較睇下嘛，所以我就未變白伊了，所以我本是變做應老去啊。少。看不到了。我被等我我哋都要聽下你講啦，你退休嘅生活是要做咩？但係你講一半，你講你做工。我是我quite enjoy 我做嘅物件，所以我是比較退休，but maybe after 我退休 ，maybe just 做，like 較少點先。做，咩嚟做都 ，I mean like 做 charity 啊，philanthropist 啊。you know， 做幾部嘅啦。哇，你安尼好人啊，你。特別。something like that 啦，嗰啲嚟講enrich your soul，即係嗰啲enrich after 做。無好，咱本來學見做節目，咱退休時，咱去冇上嘅老人經做。我係老人驚，有真正少年嘅，伊學曬我真正好咯，數愛林爬都前。這私人老人啊，咁咪嚟數林爬。伊唔是老人驚，是老神經嘅啫。有清差咩？我是แล้ว你是講讀了做工嘅物件啦，是講你有啦啥就講我當今是補嘅物件，我減嘅物件啦當今是因為我會有可能我會對去馬來西亞是因為我爸母嘅事啊，但是講我不到我老嘅時爸母無佇嘅時，我唔知佢會想係啲邊嚟我。特別邊頂是有邊頂嘅爽文。譬如講，你同佢想你對嘢是唔是講，我呢度被看咧，但係呢也是，you know，我係都朋友。當較濟我90%是為咗爸母嚟樣。哇！了特別大是有對馬來西亞大，確實是有好啦。我講我特個人頂起，我特只想食垃圾啊，想食炒粿條啊，想食雞飯呀咩，我就想食嗰啲邊啲物件。對佢是有邊啲嘅大邊啲有大邊啲嘅好，特別呢，我是感覺到我有可能到對我好嘅物件就是有可能，但是講咱類個是比較美國類比嚟講係哦，較細嚟講，我係對佢開較拖，我係類用較久啦。喺呢度，了成我個怪好咯，就是講，我對佢大，特別我唔知係久長，我老實講，我特別分開大，我唔知會到啲美國，我較只是到啲美國。死佢到啲邊頂死，殺掉啊 ！Actually，
我有捌想安尼款的物件啦。我较喜欢死伫马来西亚，较喜欢死伫槟城，还是较死我买死伫槟城 ，because 我直直想你就知我做陆军，我捌看到真正济外片啦。然后我捌想甲伊人诶，先甲伊人情形啊，死我袂我第一会听到会比到的物件，甲了我袂我家己的国家。你知无？像个我细汉的时，我会记我听到的声，我味到的味，甲了是，我本来是好味的味。我袂遐个味，香的味啦，煮食的味啦，甲了煮食的声啦，甲了是遐个是我细汉的时，我会记。你知无？来像个前时弄到伊个香的声，了味着人点香啦，遐个款的味啦。我试试，我袂安尼款的情形。所以做路成个rasa sim成个较清较好味嘅成个。了手成个一个 full circle。OK。會使啊，袂歹啊。我買一邊咯，一邊。你會使去錄嗰啲聲放笨笨了，甲人講我要留要點嘅時，你放這 record 咯，這 CD， 鏘，嚇你會使啊，你會使點香咯，點香咯你，香啦，是belacan嘅味啦，雞嘅味啦，係咪使？雞西嘅味，雞西嘅味，雞嘅味啦，海頭毛嘅味嚇。海頭嘅味，我細漢就會記。但係特講嘅味。但係特講嘅味㗎了。呢個你在產對面在產嘅你西嘅味咯。伊人用西嘅啊，伊人西阿妹是伊人用西水去壓花嘛。對。是。你看你聲㗎了，你講你味我背㗎我問即係莫令零頭莫你感覺你睇是會安怎呢？安怎睇曉？其實我真想會想聽啲聲都未識。你聲？這個聲有影本啊！我大部分就去聽。我聽到這聲，我有影是想到馬來西亞咯。鳥It's a sign. It's a coil bird. Coil 是鳥，tapi 真正韓國吹嘅，真正歹吹。一隻鵝啊，你一大啲入面呢個長嘅會頂。我都未看到伊嘅，真歹看到伊。入面呢個叫我看有隻小啦，是 coil。伊個我看啊，我聽邊個講緊係句啊，我from experience 我聽到快 depressed 喎，有你講被做一個被做好你 end up 我做了，我already develop 我嘅hobby 啊，有我嘅 carving 啊，即係講講過嘛 ，carving 做我嘅頭匠，然後我咖喱巴，你真係睇曉是要做咩物件啦？你是講？ No, I'm more into 我嘅 hobby 啦。然後我也我幫佢爸是做wood turning 嘅，做wood。然後嗰隻咩嘅，即係做嘅，咁嗱成日做啲咧頭匠咯，係有興趣去做啲頭匠。喏。所以你是拉薩，這是件事。你是拉薩，你退休時是要做你有興趣 hobby 做咩啊？成日我看到隻 YouTube channel，人睇一個後咪是做，係咪就 drone，人review 嘅 drone，然後這是我嘅 drone，安尼，然後我 maybe 你 drone 係飛去就Pulau Tioman，然後你看 island 嘅 view，another view of life 啦。Instead of boring， 對到人做 retire， 如果對到去，然後 you can do something different。然後你誒，即係較少人嘅retirement 嘅 perspective 個冇想啦噃。成日你係做 van life，你係 modify 佢整嘅 van，你係 travel with your van。特別你想到你嘅頭腦咧，
你講路啊？我想講按照 plan。OK，把路說哈，online teaching 啊，online class 啊，加濟啦。所以你使到啲 online skillshare.com。你是講學物件是你教？你教啦，即係使 provide 啦，嚟things that 你知你曉嘅，you know。你要做鬼打籃，你教人做鬼打籃；你要做米糊，你教人做米糊。即係物件你使教人要賺一部嘅鐳，或 maybe 你使 I don't know 啦 ，maybe 你做工，你做 delivery。你等陣我想話零頭冇攞個幾歲？今年20幾30歲？19我30 OK。所以有可能你會成日講你想retirement 咧，即是人你還是想要做啥物？你幾歲想要 retire 時要做啥物？假如較晚你 retirement age 時，你想法有可能無相啊。特別 maybe 無相啦，但我把你嘅想法是quite like children 嘅想法啦。我有安尼一項講啊，我會使醫啊，我會使做啊。你是做你是想要做嘅物件，特別無機會做到嘅物件，你當要退休還是要做？more like this 啊，是啊，我會使醫，我會奧斯卡，然後我會做食，我會使，我會使去海邊。我問你阿家想看買幾歲呢？退休，你當入教會時。我嘅想法，我 as long as 我嘅累 sustain 個期，然後 even though 我 everyday 做工，我幫工，因為我做工未調嘅人嚟嘛，所以我就找辦法，我就找辦法，我有去 survive 嘛，對。so 我I mean 我把路嘅 plan 係做 delivery，like you know like 係叫 Grab 啊，是Uber 到 Spain 唔是啦。and then 到 Spain 是叫把你名 ，and then 我唔知叫咩名，我冇去。成日家己車 service 啊。你是搭下車，你上 delivery 咁樣啦。you can work for any Chinese supermarket 啦，是咁嘅啦。你是講你退休時啊，是當機冇？當機唔使退休唔使，我退休我冇 plan 嘅。特別你想看講你阿家幾歲時是你要 start 退休啊？要開始退休，還是你話曬講退休甲無退休嘅程差無相濟，所以你是無講 plan 講幾歲要退休呢？應該是咁講啦。你是講無情差時，你想講你話你成話特別有當時有人成，我捌聽過人講人講你做咩遮濟人是要退修你到你退休時退休，然後呐有個人是成個講你當今做掉時，你特別做淡薄，成個退休嘅生活到底你辛苦，到底你嘅生活啦。是我感覺人嘅 life 是你看的嘛，嚟你 even though 你看遮濟人退休啊。死嘢喎，未退休就死嘢，是退休一年啊，死嘢啊，成 heart attack 啊，or stroke 啊，你冇睇 enjoy 到啦，yeah，like when are you gonna enjoy？ 但係我gonna retire，I'm gonna enjoy after my retire life，you know？ 對唔啊？但你 retire 嘅有空調嘢，都死嘢，你動槍嘢。我買單小股嘅。唔是講當小姑 ，you're doing it，you're living your life right now and you enjoy half of it。我唔是講咩假浪，還是咩啦，即係我家己嘅方法啦。你馬仔你空調嘢，你馬仔你動槍 ，and then OK 啦，everything bye bye to you。但係你就俾 enjoy 淡薄咯。嘅咁啦，咪講聲㗎，是內部咪開啦，啦，有時。我講嘅 brand 正 busy 嘅嘛，但到時想講我OK，等陣我去做啫，5分鐘佢我做啫，5分鐘佢又冇嘢啊，你做嗰個又我另外5分鐘我俾做啫。我其實我最近嗬 ，this last 一年半，可能係我開始講慢慢有想到講，我買呢部，因為特別想特別有點聲 slow down，特別你講在我款呢，我只物件，我要做當做曬做這做咧，然後我變做我成個我嘅頭腦啊，想無應過頭啊，然後我
就講我 mental wellness 啊，淡薄影響到，所以我做什麼淡薄。我人講你就俾等來畢業化。你成 slow down 下 pause 㗎啦，咪嘅停我冇插我冇機煩惱㗎，為更啊，是煩惱㗎咪嘅啦，就唔使停落嚟。แล้ว有當時我做我愛做咩，做我成啊enjoy 物件，你冇乜有當時是看 video， 有時是寫我寫字，還是做咩？我特別成啊當今特別調低 cut out 一個點聲，講 OK， 我這個禮拜我特別吹一個點聲，點靜落點靜好靜落來隻。แล้ว我那是บ่น很做啊我鳥去消去啊老咧有時可能我其實我講幾句啊講如果 retire 啊成日往把對 life 咁需 retire 喎你係 pick up some habit 啊成日會讓 pick up smoking habit 成日我定估冇 smoking habit bahwa我 quit 咗啦你係 take 5 minutes to break down you know to chill 有喘氣or maybe 都去做呢個很正去啉呢個 coffee It's also considered as 一個 peaceful 嘅 life 你成調低去調低貼點聲 even 都5分鐘唔好都貼一點聲嚟 enjoy 成個 save 我你係去你 favorite Starbucks 啉呢個 coffee John 嚇個 call 即係唔使講嘅嚇唔使講如果冇少咗拎反正第二出聲音未了，第出我冇少，睇咩冇少到你，拍電話誒，喂 website 邊 if you retire 就檳榔嘅 facility 啦，檳榔搭下車啊嘛，你係去搭下車到檳榔，然後你係去 enjoy botanical garden，你去 jogging，plenty of things 你可以做，你係學爸爸媽咪係 cooking 啊。退休了啊！老實講，檳榔是袂線啊，檳榔是真正真唔要做嘅。咱人是真正啱 retirement 嘅所在嚟。檳榔就是 retirement 嘅國island 嚟嘛。伊是 haven 嚟。我愛，你比我少賺3萬啦，300萬啦。300萬。你俾咩表？我冇俾表。lottery 啊 ，because 對我嚟講是一時真一個 investment 咧，我就係佢只開想幾2-3塊 US dollar 去買一個希望咯。老狗，希望是啲老狗。希望啊對。So 嗱，如果我一丟嘅話咧，我好死啊！對啊，補啦。補啦，補咯，補咯。OK， 我俾少打，將個俾補償係咪嘅？俾退休俾做咩？那是3 million 啊，那上起來3 million。如果300萬是3 million 咪對，還是30 million？300萬是3 million。3 million ringgit 啦。所以我特別 at least 要談夠下時，應該是冇問題，都會。我感覺有影3 million 咩？我等我聽啦，我想呢隻，3 million 都夠哦，免3 million 咁樣加幾類。OK， 9 million to be safe。9 million 本加幾類啦，小。我係調是做 banker， 一直特擺講我聽，那是少咗 million 啊，你會退休嘅政策爽了，你再冇。特別咁聲冇聲咧。你係使做 investment 本嘛？特別你退休你就買嘢，你去做 investment， 你係就冇 safe 呀。你退休嘅你是應該是 liquid 了，你 maybe 淡薄 interest 淡薄特別，你別使嘢去 investment 了。你看你退休嘅你係是會學你退休用嘅，你當金 invest 會使。แล้วก็你退休時係是特別 by the time 你退休時，特別 convert 去 liquid 了。你那是真正搞啊！你退休時啊，你開累，無聊就本誒。呢個時你會過送，你 bank 就會有過送啦。你是真正啱，我買4幫別人累。我自己開嘅咧。即係朋友講，佢個教你是你差不多俾4時開嘅了。我去做累。你免停，你個驚嘆嘛？
是就是冇人講過if 你 after retire 你被做成嘅get near to religion 成嘅你變回教，你使你 I think 你使做嘅嘛唔是咩？唔係啊，我退休先我俾做 taxi driver 你咯，對阿公咯。taxi driver 嘛，即係咯阿龍咯。即係都話咯。嚟你看下只濟人退休。直接俾佢物件做，其實你使 start from 馬路你使做嗰度，咪等到退休做咩？對，我有即講喺度頭問，你成日愛做物件，當然我是有咯，當然我是一年對一道變零，我是成日去成日我退休嘅生活，我看到一年多3禮拜對變零，是可能我啦，我特別係你對佢你使開金紙店啊？做卡車嘅店。特別我個別曉，我是想是就是我對，那是我對檳榔啦。特別我對個人講，我對檳榔我是真鹹濕嘅，我但是對佢我收到300萬啦。成個我對我個成個即係我哋做人啦，好嘅人啊！我哋都300萬。即我這是人同我講嘅，你那陣啊，你是你做 insurance 人同我講嘅。你俾呢個管理嘢你啦，我以後講啊，你retire。你俾 maintain 你當今嘅 lifestyle 你是講。我 maintain 你開 lifestyle，你愛有啥咩話3 million 嘅你講哇！特別你當今。那是講你厝家己厝已經俾有啊嘛，還是你就減開厝嘅類啊，講厝嘅類就免啊嘛，所以你應該是較少嘅嘛。那是講你當今開，那是講當今你厝嗰啲講掉，對佢你已經開了嘢啦，講了嘢啦。但是你厝免何類啊你就有可能就會看到開面就較像咯。是講當時無像阮嘅你何講厝嘅類啊，你當時無做工嘅時候，你變做嘢係老嘅時，你嘢係一做嘅類去學類嘅 medical， 你學類看落官嘅類。迄個是嘛？你看政府嘅為咗靠近嘅，靠近看你要大政府還是要大 island 啊？無啦，嗰陣嗱，人會有 insurance 嘛？對啊，你 insurance baby 冇保護咯。嗱，你 medical insurance 冇保護，你 H 咯。會嗱，到時講咯。我是想問啊，那是講我是 retirement 上面，我是驚做物件個事，我未想講我買做物件嘅。你 only thing 我要做嘅是，我其實愛做啥物，有我家己 freedom， 我家己自由，愛做啥物。那是講我今日。這禮拜我咪做工這禮拜我實在一到厝看戲下禮拜我去出去做緊，我家己愛做就做啊，佢哋就真自由咯。老嘅退休時就是要自由。棒聲一下 ，I think 我就會 target about 到差唔多2 million ringgit 呢。但是講我條水厝嚟講啊。你是講啊，你係地基嘅抓啊？係咩地基嘅抓？我係水咩？死期我冇插，我是會我也是插。死期我冇插啊，是唔知嗰時個禮拜水啊，都唔知個當見還到嗰陣時，當見齋都還到未掉啊，嗰啲叫咩？還到啲唔知水。OK， 感謝各位聽眾。你使俾 share 嘛 ？Based on 那啲 glove 去 share 到Malaysia，個路真係特嘅。係咪 share？ 哦 glove。investment 啊，老人 retirement 就唔使講 investment 啦，時當今講 investment OK。當然老我嘅特別嘅邊一禮拜就是特乜走去啊，毛菇南西個有個種啊。巴嘅。巴嘅對。巴嘅แล้วก็ตอนจริงเราเจ้าออดีตูเฮาเดียวกับ英國中那個成交領頭模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希望你能睇收睇300萬啦嚇然後留一時咧就
咱個做只拍咩？做只去個別調面拍卡。我個有到啲 YouTube 嗰邊，但是講頂時擺攏無聽到嘅。別使，我特別冚住聲，誒timing冇咩啊。OK，bye。再見。拜。OK YouTube 人頂一禮拜人無看episode 這邊單隻了這邊正這邊嘅是唔是多這邊亂嘅多這邊這邊單隻了就去 subscribe 伊看明 subscribe 來定來定聽定看我人變咗學緊嘅節目了但係就正嘅，若是講伊我有做很條嘅錄音嘅時會通知你。OK，拜拜。拜拜。拜。